哦，也开始呢，哎，铺一条太钢的竹笋，按太钢，看到吗？按太钢，要平东送上来的。呀！从来无铺过按硬的竹笋，也可能去做袂了。我们先用刀尾，然后给剖一条，来一条，把它切开来。哦，很硬哦，哦，不容易嘞，来唔好，当像切到竹一样诶。啊，白鸭迄已经迄变竹诶。各位乡亲，也刚很识得咧竹笋，因为硬硬，奈唔好啊！我来吃看咧，抽死，啊剥好个也做，竹壳破坏咧，会。That's excellent！ 哇！啪啪哦，哦，哇，我去脱衫裤哦。各位小朋友，刚有看过做北上农药，哟，聪明呢。好，再一刀，这样子不还要再给他一刀，他不给他一刀，再破开了，耶！成功。再用那个九阴白骨爪把它掏开来。好，耶！哦，这是电毛。呀，打电话问专业阿爸讲呀，还是电毛，就请你按钮。好，以前好，以前玉好。嗯。他们阿公跟阿公什么？所以他都还要切呢。完了嘛？这个哈，你看。要有纤维的，这可能是不能吃哦。哎呦，这是竹子，是苦的，所以那一节可能不能吃了。咱们有人刮竹笋，还按得盖，那油按太结重了。哦，摄影师快要跌倒了。你觉得拍到这里可以了吗？都在吗？应该把它切完吧？它切完了。我就怀疑这节是竹子嘞，这节可能不能吃。我现在从这里把它破断了。耶，碎啦！这一节是嫩的啦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底下那一节不能吃。这一节可能还要再研究一下，我怀疑它好像已经像竹子一样，都可以变浅筒了，变浅钢哎。可以拿去做竹筒饭，拿去做竹筒饭。那一节就先不要切了吧。这节刚刚在研究，看看是对。你要切完另外一组，你要切完另外一个吗？哎，要提哦，按那个很重哎，你知道这一只哈，要一支差不多有7、8斤重啊，有哦，几十斤呢。各位看一下，这个要被切开了，我先剥开了。它服用的，你看要强势的。这节底下应该也不用切了。
对啊。好啦，新加坡，没事啊。阿伦哥去做公理嘛？喂，夜机看暖哦。哦，按键，我是来破壳来。啊，佢會捉順環果咯。哦哟，太贪心了。我想一下破，想一下終於到你破殼啦。啊，呢個斷體，斷掉一截。啊，播竹笋直播不容易耶，好累啊！原来猫熊吃竹子是很辛苦的，还按破那皮，这个都不要啊。这一节应该还是嫩的，有一节飞走了。哪一节？那边有一个皮飞走了。啊，这个没有肉了，那些竹壳。啊，你猜看，应该是这一节是绿的吧？那节应该也苦苦的。这一节应该是苦的。那下面那2节比较粗的应该都是绿的哈。对啊。强势的哈，我这边切开了回来。底下那2节应该都不能吃。好，我们就是保留这几节好了，这几节我们的成果。你看这么大只的竹笋剥完之后是不是这样？这一节是不是可以吃的？我们试试看看，把它从竹节的剖开了。啊，你看，啊，像做鬼样的，苦的。可以了，我们结束直播吧。